众朋友你好，今仔日是2月7日，欢迎收看公视第1台 AM 新闻，我是李婷。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武汉肺炎疫情拖无休，欧洲的英国、瑞典和西班牙拢捌出现确诊的病例。第10届立委伫咧早起正式就职，今仔日嘛已经选出正副的立法院长。第3年半，英国总算要正式脱离欧盟，结束47档欧盟成员的身份。武汉肺炎疫情伫全世界拖无休，欧洲的英国、瑞典和西班牙嘛拢出现确诊的病例。美国就宣布讲，过去14天要去中国的外国人就禁止入境。欧洲政府嘛决定讲，这是要禁止对中国来的外国人入境。另外，意大利嘛宣布讲暂停中港澳和台湾往复意大利的机班。武汉肺炎疫情拖真紧，在1个月内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的 SARS。欧洲的英国31宣布，头一摆出现武汉肺炎病例，总共有2个人去挖到。This is not planning because we're worried about individual cases. It is because we're worried that i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ho are making huge efforts, cannot get on top of this in the next few weeks, we may get to a situation where this begins to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in a quite major way. 为着肺炎，这2个人来自相关的家庭，英国当局并无公布这2个人的身份。而在日本，这阵总计挖到的人有11个人。第2批载着210人对中国转来铁桥班机，30号到东京了后，机顶有13个人出现疑似挖着肺炎的症状，随即送医检验，其他无症状的人也进行全员的检验。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成立武汉肺炎对策总部，而境内已经有6例确诊病例。美国宣布对2号起对乌北转来美国公民要强制隔24天，并且限制捌去过中国外籍旅客入境。Foreign nationals, other than immediate family of U.S. citizens and permanent residents, who have traveled in China within the last 14 days, will be denied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is time. 就意大利是伫30宣布，有2名来自中国旅客为着武汉肺炎了后，31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来防止疫情拓开。Abbiamo fatto poi questa riunione per avere, come dire, il coinvolgimento di tutte le autorità, di tutte le componenti interessate. È stata una riunione operativa. Confermiamo la situazione è sotto controllo. Il Paese Italia e il sistema Italia ha adottato una linea di prevenzione, di precauzione. 另外，意大利也决定暂停所有意大利来往中港澳甲台湾的航班。这阵国际航空只有华航有意大利航线，华航正式接到意大利飞航通告。也过为着私运旅客，意大利民航局同意华航立即撤离空渡飞航，并且恢复3号罗马飞台北航班。后续有调整，会搁再来公告。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滚假，各国是小连续禁止中国的机帮入境。不过，咱台湾却受到牵连，越南即马是拒绝台湾的机帮入境。商务航空下晡飞越南岘港的机帮临时互人取消。另外一台中型航空要飞去越南河内的飞机，嘛互人强迫去飞倒转来。就是在那个飞到一半，飞了1个多钟头，再掉头回来。掉头的原因是什么？他说那个越南不让台湾飞出去的飞机降落，所以临时转回来，就临时转回来。根据了解，商务航空原地按算下晡3点20分，对桃园机场要飞去越南的岘港。不过飞机拢准备要起飞，却临时接到越南函馆的指示，讲拒绝台湾的机帮入境，落尾只好放弃转来机坪。另外，中型航空下晡飞河内的机帮是起飞了后，互人强迫着飞倒转来。因为越南是咱台湾人正爱去佚佗的所在，现处是向禁止台湾的机帮入境，互济旅行社是真烦恼。目前搁咧统计有偌济当地旅客受到影响，嘛咧找送旅客转来的方案。刚才咧关心武汉肺炎伫咧全世界病例统计，根据中国到今仔日暗时6点上新的统计，中国确诊的人数有11850例，259个人死亡。目前中国的病例计共有11850例，其中259个人死亡。中国以外所在，咱台湾目前有10个确诊的病例。亚洲的国家以泰国19例上多，日本17例，韩国12例。新加坡是16例，香港有13例，马来西亚8例，另外澳洲10例，法国6例，加拿大4例，美国和德国拢是7例。武汉
汉肺炎的感染病例已经超过1万例。目前全世界有25国拢着这，美国嘛，甲武汉肺炎列做国家公共卫生的紧急事件。美国3大航空暂时嘛无要飞中国，另外印度嘛宣布要禁止因的喙安出口。WHO 驻中国的代表就警告讲，各国要好好提防，避免国内爆发大规模的感染。全球武汉肺炎病例数破1万，美国境内病例数也继续增加。川普政府祭出更加强的防疫措施。礼拜5宣布，武汉肺炎已经造成美国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联航、达美3大航空公司3月底往返中国的班机全部暂时停飞。专家指出，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也会重创美国的航空业。You don't want to lose those flights, you don't want to lose those revenue, and even if the situation improves quickly, that's probably going to dampen demand longer than it takes for the situation to recover on the ground. 西班牙、瑞典、英国、加拿大礼拜5拢出现第一例甲病例增加的情形，也拢进行相关隔离措施。面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冲击，人口增密的印度也已经出现染病案例。在314个印度侨民的专机初一登机到印度。印度当局也伫礼拜5暗时宣布，禁止国内防护用品、喙安甲防护伞出口。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初一指出，确诊病例也会继续增加，所以各国政府上重要的工作，就是防止国内疫情大爆发。Now, it's been recommended by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to WHO that countries need to get ready for possible importation. In order to identify cases as early as possible and in order to be ready for a domestic outbreak control. 在中国境内，初一日北京拢有职工徛在街路，政治社区进程拢要进行登记。若是街坊打防疫标语，有人对肺炎疫情无感到烦恼，有人对真济国家针对中国禁令有关怨言。我根本就不担心我的心态，只要自我防护好。人与密集场里少去就行了，真的，我根本就从老家到现在就没意识到好像这么哎呀恐怖，根本就没有。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确实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就有点太严厉了。香港专家指出，丰城武汉市当地恐惊已经超过75000人染病。武汉疫情会伫4月到上关点，重庆甲北京这都市也会伫了后的1到2礼拜进入高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达第3年半，英国总算要正式脱离欧盟，结束47档欧盟成员的身份。英国首相强生就强调讲，脱离欧盟对英国来讲是新的开始，唔是结束。不过脱欧嘛，让英国出现2派的声音，各地头嘛已经出现支持脱欧和反对脱欧的纪念活动。英国当地时间1月31暗时11点，在倒头算的声音当中，伦敦大笨钟的影像投影在伦敦东宁街10户，首相官旗，有6个钟声响彻混淆，也代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结束47年的欧盟成员身份，这做史上第一个脱欧的国家。同一时间，英国脱欧党号召大批民众在国会大楼外口的广场庆祝这历史性的时刻。Superb. It's been such a long time coming, and at last we've got rid of them. Oh, I'm really excited. It's wonderful. It's all we want to be. Yeah. It's been a long, hard fight, but we got there in the end. We got Boris in. 英国首相强生31发表录音声明，佮引用以上尊重的英国之前时期首相丘吉尔的有名话表示，形容脱欧唔是结束，而是起点。佮指出，脱欧是一个国家的新生加变革。以及新时代黎明破晓的时刻，不过成为2016年公投脱欧派领袖，强生也提醒英国人，脱欧了后面对的不是一片坦途，不过伊相信英国最后会克服一切困难。31进前，强生率领内阁成员去2016年脱欧公投第一个开票城市桑德兰举行庆祝仪式。在访问当地制作工厂时，坐小型赛车，心情是真好。I now have a motorbike, a 125cc motorbike. That is the biggest joy of my life. Anyway, now I've got a pot of Brexit. 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大使馆31下晡已经将英国甲欧盟的机仔撤走，欧盟委员会大厅英国机仔也正式刷走。连续3年半的脱欧定数，在英国社会引起严重分裂。脱欧当日，
老敖派民众心情是真震动。北爱尔兰31出现抗议脱欧的前兆，英国国内甲公投支持老敖的苏格兰，拢有民众唱着欧盟之歌的快乐颂。不过，伫苏格兰当地，逐步脱欧派民众叫骂。学者指出，英国社会目前依然是伫脱欧公投了后严重分裂。不过，可贵的所在是伫无论选民是不是后悔当初的决定，最后拢爱接受结果，这是民主制度真谛。英欧关系进入目前所谓的过渡期，一直到12月30日，所有人员、货品甲服务流通暂时维持现状。双方会伫这段期间讲好贸易、移民甲边界等双边关系。2012年元旦才正式分开。记者综合报道。今日透早第10届的立委正式报道就职，拄选调的立委罗品瑜和基进党的陈碧仪嘛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另外，今仔日嘛已经选出正副的立法院长，民进党的游锡堃以73票顺利当选立法院长，蔡其昌嘛顺利连任副院长。第10届立法委员2月7日正式就职，民进党立委陈后平搁抢着头香，民众党立委对伫后边，国民党所有委员9点是斗阵行红毯，营造团结气势。陈玉珍是找助理青梅菜副助阵，张万安、洪明凯拢带出来的人甲囡仔来。特别带宝宝来，第一也是一个宣誓，也是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会照顾自己的小孩，也照顾我们所有选区以及全台湾所有的下一代。新科立委袂少，这一届上少年的罗品瑜加一个低头帽，加前头家林聪祖斗阵来，真吸引人。基进党陈碧仪为着招牌案件人气真旺，笑讲家己行寒要力抗寒流，选择博为对抗寒流了。如果一个小党的立法委员进来，可以做哪些事情？先甲大家讲我听看卖。立委报道宣誓就职，阁要选出正副立法院长。民进党推游锡堃、蔡其昌组合，国民党是罗斯宝、杨庆兴。最后游锡堃得到73票，顺利正做第一回民进党籍的立法院长，蔡其昌也当选副院长。能够在为国家社会在尽一绵薄之力感到非常的高兴，也感到很荣幸。我们自己党团优先法案的这个内容那特别是财政的部分，一定是我们会琢磨的地方。新会期开始，民众党优先法案是居住证据加财政纪律。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国民党团参考30期间措施，准备提案制定新型冠状病毒纾困条例草案，针对受影响营运困难产业、医疗机构，爱纾困补贴，所需要经费伫新台币500亿之内。民进党团表示，但行政提出抨击相关特别条例，过来共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远东航空去年12月向上停飞，造成旅客权益受损。交通部长就正式宣布讲，要废止远航民用航空运输业的许可证，嘛要甲因罚300万。远航成千的员工就面临失业、和欠月给的问题。劳动部是讲会协助员工换头路，嘛会身体资方补贴薪水予因。去年12月12日，远东航空公告无有经停飞。延过第2天，远航董事长张公伟出面召开记者会来下失礼，讲这全部是误会，是员工唔知头唔知尾，拖唔到去，希望民航局当日迄天会保护远航服飞。为此，交通部也开临时会讨论，尾夜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议决绝，了后也甲民航局进行一摆服飞谈判。交通部31暗头正式决定，宣布废止远航民用航空运输业许可证。不管是资金的到位，或是对这个员工薪资的发放多次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兑现，财务状况上是没有办法稳定经营。民航局也点出，最后裁定远航废证主要因素包括常常发生营运加财务无正常，对106年起就陆续发生营运问题，互2摆裁罚，合计520万块。民航局也把多摆强化飞安监理，包括要求远航的机队爱甲旧的飞行机换掉，买新的机型，设立消费者信托专户等。另外，无有经停飞违反事证明确，超过12万名旅客权益受到损害。加上远航国内航线起占率达到37%，一度造成运力无够，严重损害公共利益，依法裁处300万罚金，并且废止许可证甲航权。远航废证，近千名员工面临无头路的问题。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些协调，国内的国际航空、桃园的地勤公司桃勤会释出机会来接纳、吸纳那个远航的员工的。
远航学校除了爱解决员工问题，上山机场的机场，还有8架老旧的 MDK 机免怎处理，真受到外界关心注意。卖给非洲一些国家，或者是有一些收藏者啊，大概这几个管道，因为他们的那个机龄是蛮老旧，在松山机场部分占有非常良好的位置，也应该航空界都蛮有兴趣的。远航停飞1个月个，并且欠员工2个月薪水，也把一度传说有人想要投资来接手，不过最后拢无消无息。交通部表示，复飞已经是无可能啊，只能依照民航法提出申请，经过5阶段审查，重新来成立航空公司。而对着废除许可证，远航无愿意接受访问，只是讲截至即阵为止，也未收到相关的文件。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民众抢买喙罨。台北市长郭文铁就呼吁中央要公开说明，各县市的喙罨要安怎分配。因为一旦疫情爆发，抢无喙罨定就会引起政治风暴。若是北市长侯友宜访问到欠喙罨这层代，伊是讲中央已经拍拼在处理，工厂嘛咧赶工，民众唔免惊吓。你帮我量一量看，那花招就不要给他去了。假日电影院 KTV 人真多，新北市长侯友宜挑工来视察武汉肺炎的防疫准备，要求消毒环境卫生爱做好，更加提醒大家一定爱戴喙罨。严格面对这阵喙罨由中央统筹分配，未少民众反映买无，侯友宜爱大家免惊，中央地方都已经积极地准备。我相信中央已经了解到整个状况，他们积极的在备战了。我们大家希望也不要恐慌。我们只知道口罩的部署，大家全力以赴。伊讲有一寡所在无配上着喙罨，会甲中央来反映。即阵产线拢已经加班伫制作中，所来面对开学，也随着疫情来调整政策。而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认为，中央应该爱公布喙罨的分配方法，爱公开透明。若无抢喙罨，就会变做政治风暴。因为一旦疫情爆发，口罩需要量大增的时候，如果说因为国家都尽力了，分不到我们就认了。如果说疫情爆发要抢不到口罩，那是因为政治上理由大家分配不公平，这就变政治风暴了。郭文铁认为，专业知识甲伊讲，台湾疫情大概1礼拜内就是关键，关键期1礼拜也是爱较细腻一点嘛。就国际上，包括美国参议员甲友邦拢支持台湾加入 WHO。郭文铁讲，中国伫这个方面封杀台湾，文明的国家会讲中国是一个野蛮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中国的武汉封城，所留在武汉未当转来的台商，透早透过台商协会用网络对外请求援助。刘伟辉嘛证实讲，目前已经有2位台商伫咧中国确诊有去治疗武汉肺炎。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妈妈也不知道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拜托我们早点可以回去。如果回去要我们隔离。要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接受。15岁台湾学生甲人伫中国武汉的妈妈失信，母囝分家2个所在，学生忍袂住流下目屎，希望妈妈赶紧回来。就是原本我外婆家的冰箱，就是每天都会去采买食材啊，可是现在就是没有出去，不能出去买，所以冰箱的食物都快吃完了。有10外家属透过台商协会对外求助，要这位先生的后生今年是国3学生，他休寒甲妈妈妹妹到武汉探亲，原定要坐高铁到昆明旅游，却是因为武汉熊熊封城，被关在内底到这阵。妹妹的情况怎么样？他们2个几乎整天都待在家里，然后妹妹的话，她会一直哭，然后一直吵说要回去，她一直觉得这边很无聊，然后她很担心要开学。搁再过几个月就要升学会考啊！学生烦恼讲无得转来台湾，赶上开学。台商协会统计，即阵有501人滞留伫乌北，86%拢是短期探亲、旅游、出差，剩的则是长期伫工作、居留等等。而农委会证实，已经有2例台商伫中国患着武汉肺炎。台商协会也电话联络其中1名确诊个案的朋友，知讲这个台商1月31日拄排着病床，正伫治疗。他什么时候发现不舒服的？他其实他自己在家里已经有居家隔离大概10天啦，那就一直在不断的发烧嘛。台办帮很大的忙啦，不然病床一般人是拿不到的。
大商协会强调，滞留伫乌北也是武汉的大商，也是台湾民众，拢相当希望返来台湾，也愿意先来隔离。农委会回应，包机这代志会尽上大努力向中国来协调。不过，即阵上关键也是在于中国的态度。大商协会认为，双方政府拢有责任，无愿意看到返来厝的这条路，真侪上界遥远的路。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疫，教育部是规定中国学生2月初9才会当入境，而且着爱集中监测14天。其他对中港澳入境的台湾人和外国人，说只要自我健康观察14天。中生就质疑讲，这就是差别待遇。另外，中山和成功大学拢宣布要撑到3月初才要开学。大学敢有要统一然后开学咧？教育部是讲后礼拜佮开会讨论。为了因应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政策，中山大学已经传了2栋宿舍，要让大陆学生2月初9返来台湾了后，有独立房间，进行14天集中监测管理。不过，有大陆学生甲超过200名学者联署呼吁教育部检讨这款的做法，因为病毒无分国籍，即要对中港澳入境，为着风险拢是同款的。那现在就是一刀切，就是所有路线都要求被集中监测管理。大家集中住在宿舍，其实还有一些公共活动，例如说大家要一起洗衣服，那个东西怎么处理？那还有大家一些其他的社群支持上的需求，那学校这些相关的配套啊，它的一些具体方案，通通都没有公布。境外学生权益小组也烦恼，集中隔离反倒转来变做同一层楼互相检点的反效果。要即阵为伫故乡山东省的世新大学研究生表示，集中隔离可能因为独立宿舍不足，大陆学生必须分配然后来台湾，影响到受教育权利。对，有些私校陆生非常多，要分批的话，真的不知道排到哪里。像政大一个同学算了一下，他等轮到可能已经半学期都过了，他就直接可以办这学期的休学了。而且我也听过一些案例，就是因为他身份是大陆人，但是他就是假期根本就没有回过大陆，只是去外面玩就入不了境。花椒学校原定2月17开学，不过中山城大、中信金融管理学院这学校宣布延到3月初2。高雄师范大学是宣布港澳陆生延后6礼拜到3月30。嘉义大学也公告，若是无法度返来学校，延后6礼拜注册。是不是要统一步调延后？教育部已经发出公文，要在2月初38月开会建议，只有集中隔离的争议。结果进前教育部也未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种的奶子面积和产量拢是全台湾上济的。今年受到寒流的影响，药荷包的花是开超过7成，那梨山的梨啊嘛是同款。因为这低温呢会当帮助水蜜桃和雪梨这寡温带的果子树开花结籽。农民正伫加奶子花避免养分不够，影响果子发育。这波低温直播和高雄药荷包奶子开花，将有改善去年因为暖冬造成开花率无够3成的状况。去年是无量，今年量较济，今年较有寒，伊算讲较有开花啊。无寒你就袂开花啊。药荷包奶子开花一般至少爱17度以下环境，去年暖冬后药荷包奶子产量大减。高雄市农业局有估今年开花率超过7成，农民讲加真安心。零下6度，这个高丽菜都结冰了。民众记录到，今日早起台中梨山地区只有零下6度的状况，全台冷甲有感觉。当地种的青菜水果拢结冰，渴望予温带水果花芽分化更加好，对着开花结果有帮助。尤其是当地主要所种的水果xuất来。温带果树需要休眠，需要深层的休眠，它低温的休眠。这一波寒流来讲的话，对梨山人是很好的。2019年，因为暖冬加上酷寒，当地种梨的人损失严重，种xuất梨的人百姓拢受到影响。拄到这波低温直播，农民讲应该袂亲像去年遐惨咯。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寒流会豆豆减弱，日时的气温会回升，受到辐射影响，早暗的气温嘛是较低，西半部的日暝温差较大。台湾各地和外岛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敢若东部和东南部会有阵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听日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9度到21度，中部地区9度到24度，南部地区12度到26度。
南部地区11度到22度。离岛地区10度到21度。到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带恁来奥地利看厨师比赛。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Thank you.